各位街坊有信嘢度睇翻呢一套118方做到一個橫廳嘅設計，而且可以見到佢做咗一個風窗嘅設計㗎，成個空間真係十分之足嘅。咁呢個樓盤咧就位於我哋中山火炬區嘅，而家講緊精裝修嘅話，單價13888就可以買到㗎啦，而且仲可以俾到你自己去揀嘅。咁如果後期嘅裝修你想自己裝修翻咧，11888嘅單價咧就可以買到清水樓㗎。咁呢度嘅一個裝修風格嘅話，都可以隨住你自己嘅中意去設計翻佢啦。可以睇翻佢嘅一個廚房，首先咧，佢嘅餐廳位咧係做咗一個中島台嘅設計啦，其實坐翻6至7口人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廚房做咗一個 U 字型嘅廚房，仲有一點嘅喎，而家揾到 Kio 買嘅話，送晒你全屋嘅家私家電。咁你而家見到嘅呢啲生果冷餐啊、電飯煲啊呢啲3件套咧，所有嘢全部送齊晒俾到你嘅。睇翻佢嘅一個休息區先，咁佢呢一套咧係做咗3房2廳2衛嘅一個戶型嘅，可以睇翻佢嘅工位。而家見到嘅所有嘢一樣整好俾你嘅。主人房1.8米嘅大床，3邊落床冇問題嘅，帶埋我哋嘅一個主人嘅套廁。咁而家主人房咧空調啊，所有嘢都係一樣，全部送齊晒俾你㗎，而且可以睇住佢嘅主人房同露台嘅景觀一樣嘅，城市景觀前邊完全係冇遮擋嘅。咁住喺呢度嘅話，交通方面嘅話都係十分之方便嘅。隔離咧就有我哋嘅新中巴士站啦，直接坐新中巴士18蚊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深圳前海，去到深圳機場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就算係往返香港嘅話，1個鐘嘅時間咧。所以喺呢度去到我哋嘅深圳灣口岸咧，都係非常之快噶。咁佢嘅一個商業方面嘅話，都係非常之全面嘅。去到我哋嘅 Coco City 啦、富翼城啦，講緊揸車都係10分鐘嘅時間內咧都可以到嘅，非常之唔錯噶。不單止周邊嘅一個商業十分之全面啦，而且呢個項目嘅話，自帶都有我哋下層式嘅會所，裏邊有2個恆溫泳池啦、2個露天嘅泳池，裏邊都一樣有埋我哋嘅一個健身房啦、瑜伽房啦，全部都提供翻到我哋呢度嘅業主嘅，都係非常之全面嘅。如果想喺市區揾呢種高品質，而且有埋下層式會所，交通方便，而且周邊配套比較齊全嘅一啲樓咧，可以聯繫翻 Kio 免費專車帶你嚟到實地睇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